主后2023年1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得主欢喜，子孙相传。圣经创世纪第4章25节到第5章32节。赛德甲以诺士，亚当佮甲伊的某同房，伊的某生囝，甲伊号名叫做赛德，因为伊讲上帝佮赐我一个囝来代替互该阮刣死的亚伯。赛德后来嘛生囝，甲伊号名叫做以诺士。迄时人才开始求叫上主的名。下面是亚当的后代。上帝创造人的时，是照伊家己的款式创造。伊创造因有男有女，伫因受创造的时，赐因福气，称因做人类。亚当130岁的时，生一个囝，甲伊的形象相款，真相像，甲伊号名叫做赛德。亚当生赛德了后，搁活800年，这中间有搁生后生查某囝。亚当总共活930岁才死。赛德105岁的时生以纳士。赛德生以纳士了后，还活807年，迄中间有搁生后生查某囝。赛德总共活912岁才死。以纳士90岁的时生该男。以纳士生该男了后，还活815年，迄中间有搁生后生查某囝。以纳士总共活905岁才死。该男70岁的时生马勒列。该男生马勒列了后，还活840年，迄中间有搁生后生查某囝。该男总共活910岁才死。马勒列65岁的时生雅列。马勒列生雅列了后，还活830年，迄中间有搁生后生查某囝。马勒列总共活895岁才死。雅列162岁的时生以诺。雅列生以诺了后，还活800年，迄中间有搁生后生查某囝。雅列总共活962岁才死。以诺65岁的时生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了后，甲上帝同行300年，迄中间有搁生后生查某囝。以诺总共活365岁。以诺甲上帝同行，上帝接伊去，人就袂当搁看到伊。马土撒拉187岁的时生拉麦。马土撒拉生拉麦了后，还活782年，迄中间有搁生后生查某囝。马土撒拉总共活969岁才死。拉麦182岁的时生一个囝，甲伊号名叫做拿阿。伊讲这囝要安慰咱，因为上主捌咒诅地，互咱着做工劳苦。拉麦生拿阿了后，还活595年，迄中间有搁生后生查某囝。拉麦
总共活777岁才死。那阿500岁以后，有生闪、含甲雅弗，得主欢喜，子孙相传。创世纪第1章记载，起初上主用家己的样式造人，有男有女，以束缚人类，爱人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所以人类生养儿女。亚当是上主所造的第一人，伊的大囝该阮杀死亚伯以后，伤心的老母夏娃阁生一个囝赛德，伊讲：上帝阁赐我一个囝来代替互该阮杀死的亚伯。赛德的个性亲像亚伯谦和顺服，得到上主喜悦，互夏娃的心得到安慰。创世纪第4章25节到第5章的32节，记录大水来临以前，亚当甲伊的后裔中间10个代表性的世代子孙生育和年龄。这10个世系并毋是该阮的子孙，是赛德的后代。对赛德到那阿的囝闪、含、雅弗这10个世代子孙中，圣经的作者特别指出，赛德、以拿斯、以诺和那阿的相关事迹。对第4章25节的讲述通知，赛德的出世，互失去亚伯的夏娃得到安慰。伫第5章第3节讲到，亚当生这个囝，甲伊的形象款式真相像。延续第1节所述可见，赛德有上主的美好形象。经文也描述，赛德生以拿斯，迄时人开始求救上主。伊诺65岁时生马土撒拉，伫这以后阁活300年。伊诺一生甲上主交往密切，365岁的时，上主甲伊接去，人就袂当阁看到伊。伊诺的囝马土撒拉是人类历史上上届长岁寿的人，伊的囝是拉麦。拉麦生那阿出世的时，拉麦讲：这囝要安慰咱，因为上主捌咒诅地，互咱做工劳苦。那阿的出世，互伊的老爸对土地辛劳中得到安慰。对赛德来的亚当第7代子孙是以诺，伊是上主的好朋友，甲上主同行300年，搁密切交往。伊诺并无经历肉体的死亡，是直接互上主接去。300年是极长的岁月，这也表明人若愿意，就当永远甲上主维持良好的关系。对反来看，对该阮来的亚当第7代子孙拉麦，伊甲那阿的老爸共名，毋过是无共人。拉麦是一个恶煞，圣经记载该阮的子孙只有记到拉麦，若是赛德的子孙，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。亚当是上主照家己的形象，用地上的土粉亲手所造的人。尽管伊长岁寿活到930岁，落尾还是面临肉体的死亡，归回土粉。若是伊的第7代子孙以诺，长久甲上主同行，最后互上主接走，并无经历死亡。对照耶稣的家谱，耶稣是大笔的子孙，大笔是以色列
是雅各的子孙，以色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亚伯拉罕是拿阿的囝闪的子孙，拿阿是以诺的子孙，以诺是赛德的子孙，赛德是亚当的囝，亚当是上主照伊的形象亲手所造的人，可见救恩是对上主来的。默想，我要安怎诚做上主喜悦的人，互子孙借着我得到恩福？我要安怎诚做上主喜悦的人，互子孙借着我得到恩福？咱来祈祷，主爱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我有机会来到人间，诚做你的儿女，领受你的祝福。求你教示我诚做你喜悦的儿女，通互我的子孙和周围的亲友，因为我得到恩福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